趁我睡觉，豆芽居然在搭讪民宿老板。我单身。哦，你单身呢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多大？35跟你一样，妈。你女儿这么大了吗？没有，她是我小妈，我爸后找的，前脚跟我妈离，后脚就跟她好上了。哎，不是哥，我那个你俩玩吧。谢谢啊，要不我爸又该生气了。其实哥晚上走。你要干啥呀？走。看花咋的了？你是看花你还是看人呢？一起吗？你不是不化妆吗？我看看你画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没化妆啊，我你卡粉了。你放屁！哦，我没化妆啊。哎呀，干啥？我跟你说，我想明白了，艳遇不是独自等待，而是主动出击。你去吃饭去吧，我订个外卖啊。走，往哪儿瞅？哎呀，